Victoria Station 咧係倫敦最具代表性嘅車站之一，佢坐落喺 Buckingham Palace 啦，同埋 Westminster 嘅中間。呢個車站最初起喺舊嘅 Grosvenor Canal 盆地上面，所以本來個名咧其實叫做 Grosvenor Terminus 噶。不過後尾就以附近嘅 Victoria Street 命名，改名做 Victoria Station。呢度咧有一個19世紀落成嘅 Westminster Cathedral， 係英格蘭同威爾斯境內最大嘅羅馬天主教堂。唔同大家熟悉用嚟進行英皇加冕儀式嘅 Westminster Abbey。除咗一個坐落喺 Victoria 啦，一個喺 Westminster 之外咧，最大嘅分別就係 Cathedral 係大教堂啦，係俾信徒崇拜，而 Abbey 就係修道院，以前咧係攞嚟俾修士居住嘅地方。而今日帶大家睇嘅咧，就喺呢一個教堂附近嘅一個豪宅 Kingsgate Walk。呢一間3層嘅 penthouse， 面積3420尺，5房4廁2個客廳。而家就一齊入去睇下啦。